厝如厝，这般，福尔摩沙实在不平凡。四面大梦舞，敢是人间？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清清南风朗朗明月，看无烟灯，看的平原，静静的海岸，天青悬悬，如此这般咱永永远远。这是台湾的声音，这个声音的故乡伫咧屏东。台湾有真侪原乡部落，拢面临着语言甲文化豆豆啊消失的困境。纯粹是在地时代，嘛因为长期受外来政权的统治，或者是无用工课，所以对伫自身的文化嘛无啥了解。今仔日，咱要来拜访屏东县满洲乡的原民部落。搬出去的村民发现到部落的问题，所以回来到故乡，要将古谣甲俗语找倒转来，要将用要消失的传统歌谣重新展现伫世人的面头前。1871年，伫牡丹乡有54名日本人被杀死。3年后，日本人发动了战争，有真侪原住民死亡，这就是牡丹社事件。咱即马这个所在就是高斯部落新迁移的所在。即马咱要来拜访一位传承传统歌谣的大师。不过，你去部落之前，咱来先做这项代志。Ay sakaw yamaban ay tuanana marisman rokuman suman karangan tutua bunabun tutua subaritan atanga tutua bay bay tuana tua to kenalian uya bo tua maripasiyore maripasiwa pakliang papuligo ay tua kenalian na tua uya bo sa ay tua bunabun ay tua subaritan kau ay tu sumukulungan ay tu sumujauban sumudingatan sumukudizauzaban ay tu sumupalikan ay tu sumubarsan sumukulungan sumukamtaran amalya ngiluan amalya situan amalya piakasam sujan ay an uya bo so sa ay to si itanon ay to si pagkukan ay si pakut si pagumigam mga uya bo ay sa kaulamaban ay to ba dumakupan jumamitaw pa inabuta nga pa yaura uya bo namata kana papaulingaw to ay di to alingaw ay sa ikyano zarimi kyano kayo pa to mamiling pa to sumaritan ano to pin ano 夫妇，请问一下，头拄仔你甲我写证啊，代表什么意思？我就是意思，就是讲吼，爱家己做互你身体健康啦。排湾族尊称基佬或做母母，经过红姨母母的祈福甲洗净，就会当进入姑苏部落啊。不是过伫咱听传统歌谣进前，就会先去食正的传统便当，这嘛是复兴传统文化真重要的环节咯。哇！李伟记啊，这什么物件啊？是便当，便当是四角形的，这外口是包什么物件？叶桃叶里面包的是甲酸酱，甲酸酱叶是恁家内底特产嘛吼？这个是原住民的特色。会当甲我教，譬如讲，我来高斯部落食永酥便当，要哪讲呢？高氏，couscous， couscous， 对 ，couscous 的意思就是出场出场 ，couscous， 高斯部落。对，勤劳的意思。couscous， 吃咖努，咖努，这个叫做起那乌，起那乌就是包的意思。起那乌，对，整句 couscous， 咖努达起那乌 ，couscous， 咖努达。起那乌，安尼敢对？对，安尼会使开动无？会使啊，等你甲我用一下哈。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有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哦？对，这样。
对对，就这样，放到一边。哎，放到一边之后呢，好，我们就轻轻的打开。哇，就香的呢！有没有闻到香香的味道喽？哦，迄月桃油啊，就香的，包月桃叶、月桃油啊，哇，好特别！有没有看到？还是有看到什么小米？竹米应该是竹米对吧？有小米，我看到这小米啊吼，真难得当食到小米、小米。对，就是自然森林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用，所以我们不太会去包肉，因为肉不容易，手累的时候才有耍迪巴也当架啊，正常的时间是没有肉可以吃，所以我们用现有的山上，和那个水里面本来就有鱼虾，我们就是包在里面。加入大青拉姆，是，这是甲酸酱叶，一列特产甲酸酱叶。是。其实早期应该是台湾珊瑚礁，所以用书伊拍拉巡就爱炸这嘛吼。对。啊，若是拍到山猪肉，等下就当做山猪肉的青拉姆对不？对，甲酸浆叶。对。这个泡面就香的，真好食。自然味道。啊，内底伊这猪肉吼，啊，真了，那像伊有炒过吼。米用烤的。我看啊。用烤的时候才会有那个香味，尾汤味。如果你直接把它腌而已，就是那个肉的味道而已。但是你给它烤了之后，那个刷迪麦那个什么那个自然的风味，它就会流出来，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那个口感非常的棒。我来转告一下好不好？你等来这吼，你主要即马从事咧推广什么活动呢？什么工作呢？其实我回到部落应该快15年了。那我做的早期的话是做那个，以前是说叫做社区总体营造。所谓社区小会总体营造，是供产业啦、文化啦、安全啦、教育啦、环保啦，什么都做。那慢慢的，因为时代变迁了，然后就慢慢就聚焦到3个面向，我们说的3生。撒鲜、生产、生活、生态这样子哦，所以我在这个15年的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些事情，那让这个部落呢慢慢找到他自己的位置，然后怎么样来持续的发展。听讲等下有机会参夫妇斗阵来跳歌谣歌舞，所以今嘛就来变装一下。我今日传统的服装已经画好啊，为着要来体验因部落的生活，了解因文化的传承。准备要来参加因的歌谣合唱团，斗阵来练因的歌舞。逐工早起，部落的耆老拢会来到这，这的志工会先安排各种的活动，先甲老大人的筋骨活动一下，才会当应付刷落来课程。我目前在高士博文化健康站做照服员的工作。那我为什么会回来这里？就是因为我原本都是居住在屏东，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部落，因为8·8风灾，一个感动，看到这些我们部落的居民这样子没有地方住，更需要有人来去帮助他们，我就辞掉工作，就马上回来部落。那在做文健康照顾员当中，我得了一个癌症。那我现在目前是一个癌症病患，但是因为这些老人家的陪伴，我才这样子撑到现在。因为以前的老人家就是可能我们太忙了，也都是一直工作，也没有教到我们这一辈的老人家，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想要去学的，他们有的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是想说，以他们现在所仅有的知道的知识，能够传承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让他们以后不会像我们这样子后悔说什么都学不到什么东西。伫高树部落的文健站，若有团康活动，也佫有张美辉的歌谣练唱。检查你会问讲，歌谣敢毋就是为耆老遐学来？是安怎爱佫教因安怎唱？因为高树部落早期是日本统治牡丹社区的政经中心，经过50冬的统治历史，这耆老会讲族语，会唱日本歌，却无一定会晓唱族语歌谣。我妈妈很特别，是我妈妈因为祭祀她是灵媒嘛，所以她必须会也在每一个祭祀当中，她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带领大家做这个祭祀活动。每一个祭祀活动，
那个他一定要透过这个歌谣，我们不像我们现在讲话都是用讲的，可是，在祭祀活动，他们是用歌去表达他们的感情，表达他们的需求，或是任何的问题，他们都用唱歌的方式，而且唱歌是对唱的，他唱什么，对方就回应什么这样子。那所以必须你要会听得懂他们在陈述描述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慢慢给他记录起来。所以记录之后呢，我就开始在想说，既然部落的人不会嘛。那我可以慢慢用，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我就开始从童谣开始。他们不是很会讲日语吗？我就把日语转换成母语，转换变成我们自己的舞谣这样子，对。其实高适的歌非常的沉闷，很符合我们的那个故事吼，很认真哦，这样一天到晚只有工作，唱歌都嘛很闷，很沉闷这样子吼，对不对？哦，没有那种很像那个住在海洋的部落那个阿美斯的那种非常的海哦。那我们这边就真的是在山里面，就是非常的闷。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歌？所以就算做了 CD， 我发现大家不喜欢唱，因为实在是太闷了，也没有那个节奏或是什么的这样子。老人家讲故事给我听，我就把故事转换成歌，变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觉有笑声啊，就觉得有趣，就想要去学。哎呀，我的嘎嘎伊巴那巴那，啊那么苏比尼瓦罗瓦罗，我的嘎嘎，马努萨基巴乌啊马努的苏那的呼拉呼。真侪人来到高树部落的高树新社，拢会来翕相打卡。却往往袂记得讲，这个美景的背后，其实是日出大战的时，台籍的日本兵要去战场进前，甲厝内的人约定，假使若无法度转来，咱就约伫新社相会的迄种感情的牵连。所以后摆来到高树新社，唔通干那翕相，嘛会当为咱的亲人留落上深的祝福。今日行程真丰富，有洗净仪式，嘛有食勇士便当，并且嘛有听歌谣。透早帮我洗净这个舞舞，伊头顶的饰品甲服装穿插真特别。咱即马就来找伊学习一下。民厝即马伫的这顶帽啊，是祭典的时阵非常重要的场合，祭司才会当戴的帽啊，所以今日非常的荣幸，非常的欢喜。舞舞不来顺。不来按。这个帽啊吼，咱过年除夕吼，都要叫咱的祖先祖人要请邀请，无这个无法度反复这个啦。我这顶是祭司戴的帽啊，另外一顶是女性的屏风帽嘛，屏风帽啊。这会当请舞舞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屏风帽吼，这个是女主角啊，不比讲若要结婚嘛是迄落做安尼吼，都是代表这个代表孔雀就是主角最漂亮的最漂亮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护士，我们这种那个衣服的那个代表这个太阳神，要下这都是爱光啦，亮爱光的意思才知道是这个太阳那么亮丽啊！老伙仔以前吼都是做这个吼，慢慢啊，嘎按的手工哦，这个是他们要缝的，都要唱歌，人家都不会唱这个歌，我最会唱这个歌，这个很古代的歌呢。张顺基舞舞公演过，拢是徛伫对面的山头，拿天笛啊，拿唱歌，互对面山的查甫囡仔听。歌词的意思是讲。我伫望远台做你的英雄大，我伫望远台做你的槟榔地啊。传统故事歌谣就安尼传落来啊，毋那传情嘛细爱，
张顺基母母因为细汉就真喜意这寡传统技艺，所以就哪做哪有够胆。所以来要来去拜访另外一位母母，伊是到80岁才开始有雕刻的雕刻师傅哦。较早咧做涂水，后来做雕刻嘛，有，真甲你教，真甲你教，家己学啊，家己学的哦，无人教。有，无人教，家己学的，啊，你即摆有教别人哦？无，无，无人要甲你学哦。无，啊，你敢会惊讲失传，无人会晓？有，会惊无？母母因兜有真侪亲手雕刻的作品，真自然单纯无复杂的工艺，只有母母一刀一刀刻的所留落来的专注甲美暖。伫因兜四界通看到八步蛇的图样，八步蛇是排湾族传统的图样，要安怎刻无人知，是母母哪看册哪模仿，才有今仔日的作品。这嘛是张美惠当咧做的代志。最先呢，我听到我回到部落的时候，听到说高氏是算是排湾族，我们的祖先是百步蛇这样。可是我在高氏就看不到任何有关百步蛇的应该是说图形啦，或是说图腾，或是样态在我们的部落这样子。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是排湾族的后裔这样子？后来我在我们的那个传统服饰，我就拿了一个传统服饰来开始绣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个图形。这个图形后来恍然大悟，就说原来这个就是蛇纹、蛇形，蛇的纹路这样子。那从这个简单的衣服的那个图示之后呢，我就开始再去调查其他的一个服饰，所以大家就会看见几乎每一个它的那个很特别的，一定会有这个蛇形之外呢，很特别的，我们会不会发现高氏的颜色好像没有黄色，也没有绿色，就是这个两个颜色，黄色、绿色看不到，那它会比较偏重于红色、白色，还有粉红的一个，还有一个紫色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啊。这个是高氏的部落，你没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人形，你看手牵着手在跳舞，他们的也是，看起来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慢慢的就是想要把这个放大，希望能够留给我们的族人这样子，希望把这些保存起来。高氏部落有600年以上的历史啊，真可惜的是，因为文化断层，真侪技艺敢若留伫传统的服装，也是册内面尔。所以张美惠伫88风采了后，创立琴工坊，佮找少年人来传承基隆的技艺，用产业来甲少年人的脚步留落来。这个每个人就一个哦，这个不能传承说，我走了，我要留给孩子，不是这个叫做 nasi 的主语是 nasi 啊，它的翻译叫做生命，有没有2个猪？这个是爸爸妈妈守护他的孩子，然后传承下去，这个生命要延续，所以它的太阳图腾在这边嘛，所以我们新工坊整个产品都一定要有这个太阳图腾，所以它是这样子来的，它的那个名字叫做 nasi， 生命的意思。伫琴工坊，目前店家上久的工艺师是林慧萍。林慧萍伫88风采了后，返来到部落，虽然中间捌放弃离开过，毋过上尾啊，也是选择返来家乡，继续把传统的工艺推广出去。这破人个另外一个真特别的，咱讲袂当讲挂到上尾，还是爱安怎？你当解说一下。这个项链呢，它是赋予长子，它不能传承给下一代，它这个是直到那个长子的跟着长子的生命一起到结束。结束都袂当传落啊？不行。那袂当传落，这个破人要安怎呢？这个意思就代表说，这个长子在这个家中的责任跟使命，他已经完成了。安呢？哇，太阳之子，太阳之主，这个破人性命的结束就是结束啊。对。太阳之主边来讲，太阳之子怎么说？台湾族叫嘎岛。嘎岛。对，嘎岛。嘎岛。所以这个字最重要的嘎岛。对。另外咱看这个嘛我发现这个物件，是毋是甲日头、太阳
嘛有关系。有。哦，会当介绍这个材质好不好？像这一个螺旋这个图案呢，就是用在我们的传统屏风帽，哦，跟我们的传统服饰上面有一个像太阳的一个象征，我们就是结合在这个金属上面做一个设计。是不是讲故乡有特别会当吸引你回来，让你回来的那种什么动力？我为什么会一直坚持到最后？那是因为我在美惠姐的身上，就是看到了她的坚持，对她对于这个部落无私，就是无私的奉献。然后他也就是很肯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说他很肯学，就是想要把这是我们的部落的文化，想要就是做一个传承下去。一方面就是激励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对，而且年轻人就是慢慢跟着他的脚步，慢慢的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子。这个是红铜线哈，我先帮你把这个前头给它塑形一下，红当线。对，卷 OK 好，华丽。我倒手拍摄。你倒手。倒手会使吼。拢会使。就是夹夹嘛吼。要密一点哦。密一点吼。对嘛吼，密的哦，因为它要把它夹紧哦。对。它也要平的哦。这个太阳之子。这个太阳之子很灿烂的哦。我就要用好呢。要用平哦，要平哦，要白白哦，要白白哦。没拜。好，要留一点点哦。好，来，老师。星星。对，星星老师。这样呢，爱做一个项链的扣头，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圆，做一个圆，安呢，然后爱。转过来，安尼，这样就成功了。太阳之子，这是你的太阳之子哦。多谢。太阳之子，别来讲一摆，台湾族。嘎岛。嘎岛。对。太阳之子。嘎岛。今仔日伫节目当中，咱来到屏东县牡丹乡南排湾高斯部落。咱伫这个所在看到真侪舞舞，就是地方的长辈耆老。真努力保存家己的文化，并且传承给下一代，这就是上有故乡的记忆，真正让人非常的感动。咱知影排湾族是崇拜日头，就是太阳的民族，因相信日头带予人能量，带予农作物大丰收。伫高斯部落，这个所在后壁是关山，头前是大海，伊嘛充分利用到大自然的资源。譬如讲，咱看到这个皮壳，这领衫裤面顶，这就是因利用大海的资源来做的破链。这个破链代表着太阳之子，这嘛是属于因排湾族特殊的文化，甲因的历史记忆。Italia